Hello，大家好，我係黎牧師。今日咧又同我嘅好朋友朱志豪牧師Stephen 朱又見面啦，今日又見到你啦。係啊，又見到。係。咁啊，上一次佢嚟咧，就因為我哋要推介呢個網上嘅粵語神學課程啦。咁啊，聽講你都好幫得手喎。唔係咁講。翻到去幫我哋即係推介咗有幾位朋友報名參加啊。係啊，多謝晒。唔好咁講，係其實呢個課程其實好希望能夠有一班即係關心香港啦，或者香港背景啦，或者粵語背景嘅朋友咧，特別年輕人，我希望咧可以成為一個學習嘅群體啊嘛。咁我之後咧，我就即刻就翻去咧就接觸咗一位後生仔。呢個後生仔都好有趣嘅，其實佢好年輕就嚟加拿大㗎啦。不過咧，佢6歲嚟加拿大，喺中部嘅城市成長。不過咧，佢英文梗係得啦，係咪？不過係粵語咧寫睇都係冇問題嘅。咁其實咧，佢就好關心香港嘅，特別咧有人知道啦，香港過嚟加拿大有一個叫 Stream A、Stream B 咧。其實整件事嘅背後推手咧，其實佢都係其中一個，佢都有份喺當日咧去加拿大嘅國會嗰度咧，喺聽證會裏邊咧去即係分享翻香港當時嗰個情景。咁呢個後生仔咧，我就鼓勵佢參加。咁佢咧係我支持佢參加嘅嚇。咁你知我哋啲年紀大嘅人咧，就好想啲年輕人可以喺信仰人生裏面再行前一步。咁咧，我係全費支持佢參加嘅。真係多謝晒。不過咧，我又驚佢咧學得唔好喎。咁我就安排咗咧一對夫婦咧，係比佢年紀大少少，都係香港嚟嘅。佢哋都係喺香港應該係 Stream A、Stream B 咁嚟到咧。咁其實佢哋已經喺中部城市咧成為呢個後生仔嘅一個好似大哥哥姐姐。咁佢哋咧都願意咧就陪佢一齊學習。咁其實啲後生仔都係20零歲。陪伴佢嗰個咧都係30零歲啫，都係香港過嚟而家喺中部城市咧係教書嘅。咁亦都仲有一位喎，係比佢哋又大10歲，大概係40零歲咧。佢其實都係喺香港移民過嚟啦，近年嚟。咁其實本身係一個社工嚟嘅，咁亦都係參與好多社會運動嘅關懷啦，各方面。咁佢好似咧都願意陪住呢兩個後生仔咧，都係能夠參與呢個課程。咁喺我哋嘅嗰個中部嘅城市裏邊咧，而家咧好似變相咧有一個小群體。咁有我啦嚇，我當然睇下到時嘅報名情況有冇位啦嚇，有位我就參加啦，冇位梗係讓俾啲年輕人啦。咁不過咧，我哋已經有個小群體咧，就會一齊參與呢個課程嚟到學習嚇。咁所以呢個都係我能夠即係做嘅事情，亦都好雀躍啊！唔單止係宣傳推介啦，亦都能夠去成為佢哋嘅同行者咁樣。好開心聽到呢番嘅説話，咁好多謝你支持啦。咁咧其實咧嚟緊呢1個月啊咁上下咧，我哋都會將呢個嘅課程嘅內容啊，第一個學科係講乜嘢咧，都會向大家嚟到介紹，亦都讓呢3位老師咧俾大家去認識，以至大家嚟到上堂嘅時候咧，知道係同啲乜嘢嘅老師嚟到去溝通。過去呢幾個嘅片段裏邊咧，我都曾經強調啊，當然呢個嘅課程咧係以香港新移民有流散呢個議題咧係一個嘅起步嚟嘅，但係我哋都特別強調咧，其實咧如果你就算覺得自己唔係呢個流散群體，可能話你已經嚟咗加拿大好多年啦，但係你可能一直都關心香港嘅事啊、世界嘅局勢啊、時事啊，特別係基督信仰咧同社會嘅關係啊，咁呢啲其實議題咧都係好適合你嘅。所以咧，我哋特別歡迎你。如果就算你覺得流散社群我唔係啊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對以上嗰啲嘅課題你有興趣咧，其實呢一個嘅課程咧就會幫助大家去認識多一層，究竟基督信仰有個豐富嘅地方喺邊度嘅。係啦，咁啊好開心聽到你話你全費願意支持一啲嘅後生仔嚟到讀啦。咁講下點解有呢個需要咧？嗱，呢個後生仔咧，其實就本地嘅，原本咧就應該係去讀金融㗎啦，咁揾份工做就冇問題。不過一路咧好關心政治，佢好想咧用政治咧嚟到去服侍呢個社區嚇。咁佢所以咧就曾經想去報考一個嘅律師嘅課程嚇，想讀律師。不過咧有啲阻滯，咁所以咧就成為咗咧喺國會裏邊工作嘅一個議員助理啦咁樣。咁呢段時間咧，佢都有參與唔同嘅選舉嘅，省級嘅、市級嘅都有。咁
不過咧，當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咧，當你去嘗試服侍呢個社區嘅時候咧，咁你真係要經費㗎嘛。咁所以咧，暫時咧其實錢唔多嘅。咁我就覺得，既然佢咁有心，係咪實實際際唔單止係即係信仰啦，亦都係真係落實嘅去關心呢個社會政治參與。我話不如咧，我全費支持你。咁另一方面咧，我知道咧，今次即係喺加拿大接觸過溫哥華啦、多倫多嘅朋友，兩個城市嘅使費係超級高。一個後生仔咧，勉強生活到都好唔容易，係咪？即係而家經濟又唔好，係咪？即係住屋房價又好高，所以我哋呢個課程咧，其實雖然咧都唔係貴㗎啦，不過對於要餐揾餐食、餐餐清嘅年輕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嘅負擔。咁所以咧，呢個我只係即係其中一個支持佢嘅方法。咁不過應該都有其他方法嘅嚇，即係我就建議俾阿黎牧師啦嚇。我知呢個課程咧，其實已經收得好便宜㗎。不過實在咧喺呢段時間咧，可能有啲年輕人或者就唔一定年輕人㗎，即係有啲人係好關心，不過經濟上係有啲拮據嘅。咁我咧就好鼓勵咧，就唔好怕醜啦。就假若咧，如果你對呢個課程有興趣，而你又覺得我真係好想參加，不過暫時呢個階段係好緊嘅，咁你就請你同黎牧師又好，同呢個課程嘅一啲聯絡嘅人嘅資料咧去溝通下，你表達你嘅願意啊，亦都好想參加，我相信我都可以揾到一啲嘅支持。你啲好朋友咧就係咁用嘅，咁啊難得你過嚟傾幾句，就俾啲意見我哋，係真嘅。我哋辦呢個課程係一個嘗試嘅性質，都基於睇見即係華人教會，無論係新移民或者老移民嘅各樣嘅需要，對信仰嘅追求，對於我哋嘅下一代同埋社會嘅關係，都係想有一啲嘅深切嘅討論嘅機會。真係，如果你真係諗過對呢個課程有興趣，但係可能真係因為經濟嘅原因咧，不妨同我哋聯絡，交個朋友先。錢銀嘅嘢，我哋相信咧，上主有供應有預備。